對唔住嚇，即係因為咧，我就以為今日繼續會講有關總目各方面嘅修訂，因為今日咧就朝早咧就9點10分鐘我發言嗰陣時，你同我講話要講翻總目嘅修訂，但係隨後咧我聽多位議員咧冇講有關總目嘅內容同埋修訂，然後全部都話回應，然後回應咧就整個15分鐘佢整個發言咧，通通都係回應指責每一個對方嘅議員，所以我問下主席，係咪今日就會咁樣呢？假如係咁嘅話，咁我又可以係咪又係逐個指責翻過去嗰幾個議員嘅嘢呢？請問，即係我唔係好，即係因為我始終都係新議員，希望阿主席俾啲指示我，唔該。好啊，蔣議員，如果你真係覺得因為新議員想聽下指示呢，我就希望你虛心啲，有啲耐性。聽一聽其他議員嘅發言。我哋嘅議事規則呢，當然有明確嘅規定，議員係應該圍繞我哋辯論嘅議題發言，唔應該離題。但係同時，我哋進行緊一場嘅辯論呢，我哋歷來都係容許，當有議員提出佢嘅觀點之後，其他議員係就先前呢個議員提出嘅觀點作回應嘅。蔣議員，我哋而家呢個辯論呢係直播嘅，市民係有個判斷，邊啲議員嘅發言呢係言之有物，邊啲發言係無理取鬧。我相信公道喺市民當中，我嘅責任係要使到我哋呢個辯論呢唔離題，但係同時呢亦係順暢地進行。不同嘅觀點可以充分得到溝通，同時議員之間嘅互相嘅交鋒呢，亦都係有意義嘅辯論，使到公眾呢係覺得我哋呢個議事堂嘅辯論嘅質素啊，係符合我哋立法會我哋嘅職能嘅。咁所以呢，如果蔣議員真係覺得係作為新議員係要多了解嘅話呢，你暫時稍安毋躁，虛心啲聽一聽其他議員嘅發言。